為母則強。其實我覺得為母則強咧係一個枷鎖嚟。點解做阿媽就要強啫？即係點解我係阿媽我就要強先？咁其實背後就係覺得你生咗小朋友咧，你就係要有一個榜樣，你有好多嘢要去面對嘅。當初其實生完小朋友之後咧，都係好無助啊。當時我有產後抑鬱啦，但係其實咧呢個世界咧唔會有人去認同你噶，即係啲人會覺得你又發癲啊，即係或者係你喊咩啫？你有咩好喊啫？唔會有一個人咧係會去嘗試去理解你，去幫助你咯。我自己跳翻出嚟去諗啦，如果當時係有一個人係可以聽我講嘢，去同我講，其實你已經做得好叻㗎啦，即係你唔需要太介懷呢個世界嘅聲音啦。就算做一個人或者做媽媽，都一定唔會係完美嘅。你係需要休息㗎，你係需要支持。我覺得我個感覺會好好多咯。可能係經歷咗呢啲嘢啦，而家小朋友大啦，咁我咧就好想去建立一個平台，俾媽媽咧係有個支援咯。其實阿媽咧真係一個好奇怪嘅生物嚟嘅，我覺得。你做阿媽咧係由一個少女到你有陀 B 嘅時候，你係馬上有改變，而嗰個改變係你冇得 practice 咯，即係你冇人同你講話，你而家試下學做阿媽先，係冇機會俾你學咯，係真係等阿 B 出嚟嘅時候你要去學，咁但係呢個學習咧又唔容許有犯錯嘅，咁所以你就要變得強咯。好多時候你係冇一個位係有一個人係可以 support 得到你咯，咁所以咧。我自己就好想去有一個平台啊，真係可以凝聚到一班媽媽啦。即係我覺得唔好講話幫到一個好大嘅忙啦。我覺得有陣時只係有人聽你去傾訴，或者有人可以去鼓勵到你，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咯。咁所以當初就成立咗 Be a Better Me 呢個平台啦。一開始咧其實都冇框架嘅，除咗媽媽之外咧，其實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去成為更好嘅自己嘅。咁所以咧我哋就Be a Better Me 啦，有咗呢個框架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去諗點樣去令到媽媽可以成為更好嘅自己啦。咁第一咧，我覺得好重要嘅，首先咧就係我哋嘅宗旨咧，就係建立一個平台咧，係可以互相支援嘅。而喺呢個支援嘅過程裏面咧，其實大家可以相互去學習嘅。除咗嘉賓之外咧，每一位媽媽咧，其實佢哋都可以互相學習得到。每一位媽媽咧，其實都可以係被看見嘅。我覺得呢一 part 先係個課程核心重要嘅地方咁樣咯。